我 TV 讲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日 Lisa 要带大家来看阮兜后庭种的水果，顺续来学量词。阮兜后庭有种真侪无同的果子树，树仔的量词是丛，一丛树仔，两丛树仔，三丛树仔。我后壁这丛是柑仔树，恁看顶悬有发柑仔吼，这柑仔是算粒的，一粒柑仔。这种圆的物件基本上拢是算粒的。柑仔掰开了后，内底是毋是就一片一片的？阮袂讲一片柑仔哦，阮会讲一万，迄内底是一万一万的。油仔嘛共款哦，规粒好好的叫做一粒，掰开了后，内底就是一万一万的啊。咱讲你即马看到阿明在掰柑仔，你想要甲伊做伙分享，你就会当讲阿明敢会当掰一万互我，也是讲阿明敢会当分我几万。好，我这边阁有捧果树，虽然即马顶悬无捧果，毋过即丛是捧果树哦。捧果嘛会当讲做日文发音的令果，这捧果嘛拢是安尼圆圆的嘛，所以这捧果的量词嘛是粒，一粒捧果，两粒捧果。去菜市买菜的时阵，会当甲头家讲我要一斤捧果，一盒捧果，一箱捧果，拢会使哦。看你要买偌济。好，我这边阁有葡萄，恁看开始咧发叶啊。这葡萄的量词咧是一罐葡萄，嘛会当念做一拍一粒，一拍葡萄，一粒葡萄。阿明，你去挽一罐葡萄落来，好啊，共款这一罐葡萄安尼一个一个甲念落来，就是一粒一粒啊。阿明，你去洗几粒啊葡萄来互我食？顺续来甲大家教一个金蕉的量词。虽然阮兜无种金蕉，毋过阮兜嘛是有金蕉啦。这安尼金蕉伊的量词是一皮，一皮金蕉。阿明，你去超市买一皮金蕉转来，啊，若是为树仔顶拄挂落来规个迄种，迄叫做一茎金蕉。收成的时阵，农民拢为树仔顶甲一茎一茎的金蕉挂落来。啊，若是安尼一根香蕉，伊的量词是一盒金蕉。阿明，你去熬一盒金蕉互我，除了一盒以外，嘛会当讲一粒金蕉。阿明，你去熬一粒金蕉互我，其他较简单的，亲像一条、一支，嘛拢会使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吼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介我影片，我马上起赞，佮分享出去。也袂订阅的观众朋友，我要是直接订阅的，他们选动安尼可能是有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大家嘛当家己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